你们带一叫美国客栈，能客栈里面话，很有名的到处能客栈里面话，咩话是客栈，咩话是客栈。美国内后澳洲火把心脏冒海，美国内后。澳洲火，把心脏冒海，耶稣的名祷告中，也很简单恶中怒讲，耶稣的名祷告中，美国内后有澳洲火，把心脏冒海，耶稣名祷告中又去祷告一次就是祷告一次。你不内后澳洲火要做融合的事情，就是要做这个复合，要做那个正常的事情，不能做那个融合它叫什么？伦理，要符合伦理。把心脏冒海，身上叫毛软绵软的意思，毛软是毛软就很累了，没有劲，身上就毛得紧蛮软，叫毛软。耶稣的名祷告中，祷告词有去祷告词，就是一次。美国内后澳洲火把心脏冒海，耶稣的名祷告中要去祷告一次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，背呀背，说传张民族，到朋友找当若马背能用自茶容，背子老岗背罗背